哟，谁来啊？刚才发现那个哪里？丁丁，那老不是鸡，一压掉了，来上。哎呦！哎呦，嗨，我来吧，哎呦，不得了，嗨，洗过，我看来啊哈，胆战心惊。来到不是一塞，阿弟到哪去啊？我是我带50菜菜。那个打心里头阿掉还不我的一样的，那个水带了两冲马桶，哎，你到我两才点热水瓶，哦，那个是用的，用的，哦，搿搭是吃的，搿么有啥个区别呢？隔夜水，这个是滚水。哦，今朝有机会来看看新无线家个规嘛，你就快来得噶。哎呦，那个里向还有间啦，哎呦，那有一两点么子的啦。我当时到屋里开椅子店。抽3、4袋，那个动丸子只有单瓶的，哦，你抽中那个女文书，一点骗子少人忙的。你心机还蛮光的嘛。越级、后级、鲤鱼，从山间桂房里出来，侪是一口桂花树，说到起比桂花香。啊，现在上那个点瓶泡啥用的？哦，蛮反正呢。哎，你哪聪明的了哈！我等了当真到马桶里的嘞。后来我看看里向侪是树，山上不对哇！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听讲你树蛮得不得了哇！现在啊，你当到上人还称兄道弟的。哎，你上来开上这来压头啊？不是我，你这刚子是。嘎子几个的也带一搭来吃饭去，私人会所，窗户也没，外头全是烂水桶。哎哟，烂地方一带走。你那被子低脱的？啊，低脱了。肯定让我的睡觉。该是。嘿，你个。好的，不一样的，原来。顶，我最欢喜个么子来着。羊肉嘛到达走啊，走得越远越嗨。应该第3块的。我实力才跟当初这样的不老一样的，这个刚起来我不老真的。你看粉丝，这就是了。没灵啊。灵啊，哪灵家？哎呦，不客气的。一杯饭店个菜蛮灵个，下趟现在平房来再定点了一搭。平房转来拍妹子，拍3期人像，做真人水杯，不晓得啥个意思哇？哪里拍照？来看一下，有108个摄像头给你拍走3D 的照片，然后再通过3D 打印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照片拍出来就是一个立体的小戴姐。对。早知道嘛，我就穿一件漂亮点的衣服来，穿旗袍来。穿什么衣服都很好，就真实的还原自己生活的一个状态。拍出来之后，我还是一那样子，天天日日在那蓝绿眼睛们，你真好，好灵感。人越来越多着，什么时候爱到我啊？现实当中的活一个。就是需要你关注一下我公众号，填个资料。真叫好，这地杠口红还要擦掉啊？啊，有点太鲜亮了啊！我本来还想补一补呢。啊，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口红，你要如果不，你这里的口红人家都涂的，我怎么能涂？就这样吧，裸色最好。那我们进去拍。好的，选好姿势。3、2、1。腰板还挺直的嘛，身材也不错嘛，看着就是有点二下巴嘛啊，能不能修掉一点呢？把我做成这个鹅蛋脸，我这里有个斑，不能给我弄上去啊。好，行，等到7到10天好了过后，我会通知你，好吧？喊嘛总归喊不，谁是非晓得做出来也是样的话，反去管理还是子，等些鸭子儿子媳妇起毛打来，那弄得起毛呢？跟我走，不但毛，而且让都见识见识，但是哪做出来的？